俾我哋嘅神嗰度，好冇？預備好未？嗱，未啊，坐低先，請下。好，我奉主耶穌嘅聖名，今日嘅主日崇拜正式開始。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尊大能力、榮耀、勝利、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你的，國度也是你的。主耶穌，你係至高萬有之首，我哋讚美你榮耀之名，天地都讚美你。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風雨電也歌頌，雲霧洞中吹送，全地就響聲勢無比，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四方，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要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要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地與海奏出歌韻，磐石唱讚美歌聲，風雨電也歌頌，雲霧洞中吹送，全地就響聲勢無比，頌讚聲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四方，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要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要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要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要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高唱萬有之上，榮耀無限之處，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我主尊貴耶穌，所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過世界。感謝主耶穌，讓我哋明白，生命中有啲日子，甚至好長時間都會相當困難，但係無論將來係點樣，面對掙扎時都唔會失去盼望，因為喺你裏面有平安。所以我哋要先求你的國。我要向山舉望，宣告你是我幫助，因你是我的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不要只就人眼前這樣做，像僅是討人的喜歡，而是作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意。今生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勞苦得到自己的報酬。又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將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顯明，有火把它暴露出來。這火要試煉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能保得住，他將要得獎賞。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將損失，雖然他自己將得救，卻要像從火裏經過一樣。我們遵守神的命令，這就是愛他了，而且他的命令並不是難守的。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過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就是那信耶穌是神的子嗎？好，請會眾站立，我哋同心頌唱獻身壇上，齊來奉獻自己俾神使用。讓我哋仰望我哋嘅恩主，求神去使用我哋。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要屈膝敬拜你，喺做我哋嘅神前歸榮耀俾你。人算什麼？必朽壞嘅人又算什麼呢？我哋每個人信主可能有唔同嘅過程，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我哋都係罪人。主耶穌，我哋感謝你永存嘅救贖工作，你係永遠長存嘅大祭司，又係神嘅兒子。你嘅寶血永遠有效，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成全咗救贖工作到永遠。你又永遠去堅守向我哋立嘅約，我哋當存敬畏你嘅心嚟讚美你。感謝主你奇妙嘅作為，今日仍然係施行喺我哋嘅身上，使我哋可以重生，可以一同去敬拜，又可以一同咧去承擔你俾我哋嘅託付，被主你使用。係啊，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若非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啊！主耶穌，我哋教會嘅元首，即使過去我哋曾經做得唔足夠，但你偉大永遠不改變。我哋呢啲卑微嘅管家，仍然可以繼續被主你使用，領受神你託付俾我哋嘅一切。求主悅納我哋手所作嘅工啊！因為若無神你賜福，一切都將枉然。主啊，我哋需要持守嘅只係一顆心，一顆完全相信嘅堅定依靠你嘅心。求聖靈更新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喺讀經同埋祈禱生活方面，同基督你親密同行，更深刻體會神話語嘅生命力，信靠主你嘅保護同幫助而勇往直前，走過困境。主啊，喺呢個憂患嘅時代、紛亂嘅世代當中，求主你帶領我哋啊，做好撒瑪利亞人，作為好鄰舍，好似我哋能夠用神你嘅眼光去看待其他人啦，叫我哋隨時隨地成為別人嘅幫助，讓天國就喺我哋中間實現。雖然我哋跟神你相比起嚟，仍然顯得好微小，仍然唔算得咩教會，但係我哋誠心嘅向主你祈求，可以繼續去榮耀你嘅名。主啊，求你呢刻你仍然喺當中帶領我哋，願你親自去膏抹你僕人何志健先生嘅口，成為你權能話語嘅出口。又求聖靈你充滿我哋每一個，使我哋用溫柔嘅心去領受你所栽種嘅道。願主你悅納我哋每一個透過詩歌、讀經、祈禱、聽道，成為馨香嘅祭。我哋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祈禱，阿門。請坐。以下咧就係奉獻嘅時間啦嚇，請兩位司事咧前嚟。奉獻係我哋向神表示敬愛嘅同埋謝恩，係信心嘅回應，將神所當得嘅榮耀歸俾佢。喺網上敬拜嘅弟兄姊妹，你可以將你預備咗嘅獻金用以下嘅方式咧可以拎翻寄翻去教會嘅。你可以透過用郵寄支票啦，又或者你透過我哋喺即係銀行嘅轉帳咧，你入到我哋教會嘅匯豐銀行戶口。咁之後咧，就請你將你嘅喺無論喺支票或者入數紙你 WhatsApp 或者電郵或者直接咧係郵寄翻去坑口辦公室。不過請你咧記得要註明翻你嘅名、你嘅電話同埋你指定嘅奉獻項目。好，請鄭志強弟兄為獻金祈禱。我哋低頭為到獻金禱告，真係阿爸父，我哋獻上感恩。你保守我哋真係每天有工作嘅能力，有侍奉你嘅能力，有服侍即係弟兄姊妹嘅能力。求你恩待，求你保守。我哋嚟到你嘅殿裏邊，求你真係開我哋即係嘅智慧去即係讀你嘅話語，求你帶領我哋台上嘅金錢，求你真係看顧同保守，用喺你嘅聖工裏邊，而成日禱告奉賴我主基督得勝之名而求，阿門。呢個時間咧有經文誦讀啦嚇，咁咧就請今日個經文咧就記咗喺馬太福音25章14至30節嘅。咁咧請同瑞芳弟兄啦先讀啦，咁之後咧就正道時間就請何志健先生咧又有正道。今日咧佢講題咧就係怕託付還是怕不被託付。好嘅，請兩位。
早晨，今天讀嘅聖經係馬太福音第25章14至30節。弟兄我讀雙節，請會眾讀單節。預備起。天國雙節我讀，對唔住嚇，單節係會眾讀嚇，誤會。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出外遠行，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那領5000的立刻拿去做買賣，另外念了5000。但那領1000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那領5000的又帶着另外的5000來，說：主啊，你交給我5000，請看，我又念了5000。那領2000的也進前來，說：主啊，你交給我2000，請看，我又念了2000。那領1000的也進前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個嚴厲的人，沒有種的地方也要收割，沒有播的地方也要收穫。我就害怕，佢把你的1000銀子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銀子在這裏。他的主人回答他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播的地方也要收穫。把他這1000奪過來，給那有10000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他要哀號切齒了。願神祝福讀佢話語嘅人，將時間交俾何生。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同大家一齊去睇一段嘅比喻，一個嘅故事，記載喺馬太福音25章14至到30節。咁咧我去諗嘅時候，好似同一件事情有關，咁所以就將呢個嘅主題咧定咗做怕託付，還是怕不被託付。今日咧嘅比喻咧入邊咧出現咗兩種運用銀紙嘅做法，同埋咧兩種僕人嘅下場。一種咧係穩賺唔蝕嘅，並且咧賺2倍嘅投資；另一個咧就唔去做投資，結果咧就連本都俾主人咧去沒收。上星期咧牧師榮休會，咁咧我一路坐喺度聽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感動。一嚟咧係好為到牧師辛勞嘅牧職有一個轉變，有一個新嘅旅程開始，為咗去感恩，亦都去慶賀佢即係服侍咗33年嘅呢段嘅旅程。佢咧從工作轉到去入神學院，從神學畢業到嚟景林堂開荒，從開荒嘅10幾人到今日嘅100幾人。神嘅手又豈止係雙倍呢？
所以咧，我諗牧師咧嘅一生咧冇5000啊，都有2000啦啩。因為咧，我咁樣睇係從結果去睇，其實咁樣就已經應驗咗天父嘅應許。當我咧繼續去諗今個月嘅分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嘅旨意咧要行喺地嘅上邊，咁樣係同我哋有密切嘅關係㗎，係講緊天國，係願神嘅管治可以喺我哋生命嘅裏面去實現出嚟。關於天國嘅比喻咧有好多，唔同嘅比喻咧都係描述緊或者睇見天國一少少嘅特質。今日咧其中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比喻。關於天國嘅事咧，耶穌好多時都用比喻去同門徒去解釋㗎。耶穌咁講，天國嘅奧秘只係讓門徒去知道，就係一班相信並且跟隨耶穌嘅人知道。只有真正相信同埋願意跟隨耶穌嘅人呢，先會真正明白天國係啲乜嘢。其他人呢，睇呢，佢睇唔清楚㗎，聽呢，佢聽唔見，亦都唔明白。我呢個嘅解釋呢，就係呢段經文喺馬太福音13章裏面我嘅解釋。天國對於其他人嚟講係睇可能睇唔清，聽唔見，亦都唔明白。所以我諗耶穌嘅意思係我哋呢啲聽比喻嘅門徒，其實咧我哋要去經驗天國係啲乜嘢，要聽明白又睇得見天國嘅首要，其實係相信耶穌。相信耶穌咧唔單止係一種嘅信心啊，而係一種實際具體嘅跟隨。咁我哋咧今日又睇下，我哋聽完之後聽唔聽得明白，又睇唔睇到天國，或者咧明白多咗天國嘅奧秘有幾多？14節同埋29節咧，其實就包住咗整個嘅比喻嘅故事，構成咗咧整個嘅信息一個好重要嘅框架。我哋一齊咧去讀一次啊！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出外遠行，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去。天國咧就好似一個人出遠門之前，嗰個人咧將自己嘅家業託付俾一班嘅僕人去管理，並且咧佢按住每一個佢所託付嘅僕人嘅才幹，分派唔同嘅份量去俾佢哋。有人5000，有人2000，有人1000，跟住佢就走咗啦。然後咧佢最後會翻嚟，同佢所託付嘅呢班嘅僕人咧去算賬。咁最終咧，我哋睇經文嘅時候有兩個結果啊嘛。一個咧就係佢有賺，然後咧再俾多佢，就係咧嗰個賺咗總共有1萬蚊、1萬銀紙嘅僕人咧，佢連嗰1000蚊，即係1000兩銀紙冇賺嘅嗰個僕人嗰1000都俾埋佢，因為咧擁有嘅要再被賜予，冇賺嘅佢連嗰1000佢都要拎翻走。所以咧，比喻所形容嘅係天國嘅一件事件，係一件託付同埋受託嘅事件。個目的咧係想受託人盡責咁樣將主人所託付嘅事做好，咪咁咧佢連原本所擁有嘅都會俾主人奪去。喺古代嘅主僕關係嘅裏面咧，僕人咧冇所謂嘅自己嘅嘢㗎，佢所有嘅包括佢條命都屬於主人，所以僕人咧被奪去所擁有嘅，其實只不過係主人收翻咁嘅意思。主人託付僕人，託付佢做事係天經地義嘅事，但係咧主人獎唔獎賞呢？確實又係有恩典嘅元素。主人唔一定要獎㗎，因為佢叫人僕人做嘢，僕人做到嘢、做好嘢
係正常不過嘅事。天國咧係關於主人託付家業俾僕人嘅事件，裏面咧有託付嘅人，有受託嘅人，亦都有受託嘅事。其實咧呢三者嘅關係裏面咧，其實隱含住呢個主人呢個嘅託付嘅人裏面嘅一個期望同埋信任。咁咧我哋先去講下呢個子僕關係裏面啱啱講嘅天經地義嘅期望。託付嘅人咧點都會對受託嘅人咧有或多或少嘅期望嘅，因為背後咧其實源於一種嘅信任。你因為相信得過，就將自己所重視、所要即係所有嘅嘢去託付俾你所託付嘅人。主人咧就將佢自己嘅家業喺佢臨遠行之前去託付俾佢嘅僕人。呢個咧係一種嘅相信，相信咧僕人咧會盡責，亦都盡忠去為佢謀取更加好、更加多。喺比喻入邊咧，主人咧可以話咧係無條件咁去相信咧佢所託付嘅僕人㗎，因為咧佢俾錢佢之前同之後咧，其實咧佢冇制定一啲標準或者條件，反而咧按照住佢哋每個人嘅能力去分配俾佢哋，每人嘅份唔一樣，因為咧係對應住佢哋各自可以管理到嘅份量，佢哋嘅才幹去分配俾佢哋。然後咧到最後主人翻嚟算賬嘅時候咧，睇得出話主人嘅託付咧係充滿住智慧，因為咧佢已經計算咗咧每個人嘅能力，甚至預測到佢哋可以達到嘅期望值。如果咧一切都按住主人嘅預測去做，其實咧每個僕人咧都好盡忠咁去做買賣嘅時候咧，成件事好順利㗎。5000嘅會再賺5000，2000嘅會再賺2000，1000嘅都會再賺1000。雖然咧1000會再賺1000呢樣嘢咧，就聖經冇講，因為咧呢個1000拎住1000嘅僕人，佢冇做我啱啱所講嘅事啊嘛。如果成件事都係咁順利，都能夠按住主人嘅期望賺翻雙倍嘅回報，咁咧到最後尾咧，應該係冇人會俾人鬧啦。只有3個俾人稱讚嘅僕人，然之後嘉許佢哋管理更加多，去享受同主人嘅快樂。點知最後竟然咧係最容易達標嘅1000銀子嘅僕人咧，佢達唔到標喎。咁到底發生咗咩事咧？關於呢個嘅投資回報咧，我話問過 AI 嘅，咁咧佢嘅分析咧就係最容易達標嘅應該係1000銀子嘅嗰個嘅僕人㗎，反而咧最難咧係5000嗰個。咁咧我簡單咧同佢分析下，同大家分析講下佢嘅分析，咁我直接就飛去總結。咁佢咁講，即係嗰個投資專家啊，呢個投資專家咁講，5000咧作為本金係比以2000為本金賺雙倍嘅難度咧係更加高，因為咧5000要賺5000，其實即係1萬蚊，佢要去到1萬蚊咧，嗰個金額實際上本來就已經高過2000賺2000嗰個4000噶嘛，即係佢從嗰個目標上面已經係高過晒2000同埋1000噶啦。再加上5000，如果要賺到5000蚊嘅5000銀紙嘅話，佢所投入嘅成本啊，或者所要承受嘅風險啊，都要更加高。所以咧，按我哋嘅常識或者按我哋理解咧，要論功行賞啊，拎5000嘅僕人應該係最要賺得多，最要賺得多嘅，因為佢難度最高嘛，佢要承受嘅風險最大啊嘛，但係佢都達標喎。但係呢個結果或者經文俾我哋睇咧，唔係咁。如果論功行賞，拎5000銀紙嘅僕人要獎賞嘅最多，因為難度最高，其次係2000同埋1000。但係咧，主人讚賞5000同埋2000嘅都係一樣。其實表明咗乜嘢咧？表明咗一件事，就係主人只係睇嗰個嘅僕人有冇盡忠做好自己嘅本分，而唔係按住能力去獎賞。因為從起初嘅時候，主人其實已經按住才幹去分配銀紙噶嘛。佢認識佢嘅僕人，知得到佢嘅僕人嘅才幹，
所以按住佢嘅才幹去分配俾佢哋，以至於佢哋能夠去達到，或者去喺去預測嘅裏面，佢都會期望得到佢嘅僕人能夠按住佢自己應該要有嘅才幹，去為佢賺取應該要有嘅報酬。先唔討論呢個主人有冇睇漏眼呢樣嘢，但係咧好明顯，我哋會睇得出，或者我自己睇聖經嘅時候會睇得到，主人最開初嘅目的其實就唔係要測試佢哋能力，反而咧好似更加可能嘅係要測試或者檢驗一下佢手下嘅僕人有冇對佢夠忠心。呢個咧唔係一個能力測試，反而咧主人着重嘅係佢哋嘅品格。呢一個咧係一個品格測試。天國咧又好似一個人去遠行，就叫咗佢嘅僕人嚟，將家業交俾佢哋。主人咧期望佢哋翻嚟得到嘅，佢自己去完遠行翻嚟嘅時候，佢最想見到嘅結果係乜嘢啊？3個又善良又忠心嘅僕人。呢3個嘅僕人咧都可以通過晒個測試，然後讚賞佢哋，分配更加多嘅嘢俾佢哋去管理，同佢一齊去享受快樂。但係咧事與願違啊！個事情發展落去咧，3個只有2個係善良同埋忠心，有1個咧係又懶又惡。主人喺分配工作嘅時候，其實如果咁樣講，係已經顧念咗每個人嘅能力，將最低嘅難度、承擔最少嘅壓力或者風險嘅工作都交咗俾嗰個拎1000兩銀子嘅僕人，交咗俾佢嘅時候，但係換嚟嘅就係佢根本乜嘢都冇做過，然後諸多理由冇將託付嘅事做好。其實咧，佢仲有咩嘅理由可以推搪自己嘅責任呢？即係主人已經為佢諗咁多，但係咧顯然咧，1000銀子嘅僕人咧，佢冇咁樣去，好似我啱啱咁樣去體貼僕人嗰個心腸去咁樣去諗啊。不過咧，我哋又試下代入佢嘅角度去睇下，呢1000兩銀子嘅僕人係咪真係咁懶？係咪真係咁惡呢？喺佢嘅做法開始，佢拎到1000銀子，佢咧冇跟到5000銀子同埋拎到2000銀子嘅僕人一樣，即刻走去做買賣做生意。雖然咧經文咧係冇講到主人咧過咗幾耐先翻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咧要用5000銀子賺5000銀子咧都唔係一個小數，都要啲時間。所以咧可以話咧。拎住1000銀子嘅僕人咧，佢拎住咗呢1000銀子，然之後咧埋咗喺個土裡面嘅時候咧，都埋咗一段嘅時間。咁咧佢嗰段時間喺度做緊乜嘢咧？咁聖經又冇講，咁我都唔知嘅其實。但係咧可以話主人鬧得佢啱唔啱咧？即係話佢係一個冇用嘅僕人，有某程度上係啱嘅喎，因為咧佢真係冇用嘅，佢冇用到咧。主人相信佢可以用1000賺到1000嘅才幹去做啲件事嘅嘢，佢對咧主人嘅家業喺增長上面咧一啲貢獻都冇，但係佢都總算保住咗啲錢啦，唔蝕啦，係咪？你估做生意一定賺嘅咩？所以咧藉口一，做生意咧就唔一定賺，佢連銀行都唔會信。連兌換銀錢嘅人都唔信，即係銀行。佢將嗰1000嘅銀紙埋藏咗喺個土嘅裏面，等到主人翻嚟咧，佢認為咧係最穩陣。但係咧，如果用今日我哋嘅説話去講咧，即係咧佢咁樣做咧係連通脹都蝕埋，因為咧佢冇息都冇得賺，即係佢冇放喺銀行嗰度息都冇得賺，因為通脹都蝕埋。然後咧，藉口第二個，主人係一個嚴厲嘅人，呢個主人咧又尖酸刻薄。又要求過分，因為咧呢個主人咧係一個要求咧冇種嘢嘅地方、冇播種嘅地方都要有收成，你話係咪離譜啊？所以我咪驚咯，主人咁嚴厲，
咁刻薄、咁要求過分，咁我一驚我就唔夠膽好似拎住5000銀紙同拎住2000銀紙嘅僕人咁樣去做生意。一陣我做生意輸埋，咁我仲慘。1000兩銀紙嘅僕人呢，好似咧將自己嘅責任咧逐啲咁樣推咗俾主人，彷彿咧佢拎到管理呢個家業嘅一啲嘅責任咧，唔關佢事㗎，因為主人惡啊嘛，咁我咪驚咯。做生意唔一定賺啊嘛，咁我咪放喺個肚裏面，即係埋喺個肚入邊，等到主人翻嚟嘅時候，冇穿冇爛，主人交翻俾你，掂晒。逐啲將自己要有嘅責任就推翻俾個主人。但係咧，我可以話咧，主人惡咧係一回事，即係可能係惡係一回事。但係咧，佢惡咧又唔代表你要偷懶啊嘛。佢就將呢兩樣嘢混埋咗一齊去講。其實將呢樣嘢分開嘅時候，即使個主人係點樣，你作為僕人嘅，咁你盡忠其實就係你僕人閣下嘅事，你身份上面要負嘅職責啦。咁其實講咗咁多，去代入咗即係1000兩僕人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其實咧，我想大家去明白咧，點解主人咁嬲啊？呢個主人咧嬲得有冇道理咧？其實咧，從主人去按才幹去交託佢嘅家業俾佢嘅僕人開始咧，其實裡面既有一種係信任，亦都有期望，同時其實都係一種嘅 honor， 係一種咧對僕人嘅嘉許，或者係一啲對俾佢嘅一啲嘅榮譽。因為咧，當主人俾一啲嘅嘢去託付俾僕人嘅時候，其實係一種對僕人嘅一種光榮。整個嘅比喻所講嘅係耶穌要出遠門啦，佢就嚟死啦，佢要離開一班嘅門徒去受死，然後復活，跟住升天。呢啲就係後面章節所講嘅事。耶穌咧唔知幾時會再翻嚟嘅，但係佢一定會翻嚟。但係咧，佢唔知道幾時翻嚟，係因為佢幾時翻嚟係天父說了算，唔係佢自己去決定。但係喺佢臨走之前，佢要將佢嘅家業託付俾佢嘅僕人，即係佢一班佢嘅門徒。佢嘅家業有啲乜嘢呢？佢嘅家業可能係佢所記掛住嘅全人類，或者係天父託付俾佢嘅天國嘅使命。傳福音，叫人悔改嘅信息，又善良又盡忠嘅僕人，係要將主嘅家業翻倍嘅，係專心將福音、將耶穌嘅事蹟去廣傳，同時活出天國子民嘅生命特質。呢一種嘅增長咧，唔只係個人生命上面嗰種嘅翻倍或者長進。更加係一個整體、一個群體裏面，大家點樣彼此生命影響生命嘅底下，去有增長，去有翻倍。嗰種嘅生命影響生命係先從耶穌嘅生命點樣影響你嘅生命，再用你嘅生命點樣去感染身邊嘅人嘅生命。嗰種嘅增長，嗰種嘅翻倍，感染更加多人去認識呢位嘅主，去相信呢位嘅主。更多嘅人俾耶穌嘅生命去吸引。主係想睇見果效，呢個係毋庸置疑。佢係想睇見我哋喺天國當中有份嘅，佢想睇見我哋喺天國裏面有餘，賺取更多。我哋去追求生命特質，並且追求增長嘅同時，我哋去感染更多嘅生命。最終咧，主會喺你所擁有嘅上面加俾你，否則咧，佢可能會收翻你所擁有嘅一切。聽落咧係一件好嚴厲、好嚴肅嘅事，但係同時咧，
又好真實嘅。最近咧澳門政府咧派錢啊嘛，即係年年都派嘅，都唔係呢件新鮮事啦。但係咧今年加咗個新規定喎，一定要咧逗留183日咧，你先有資格咧收到政府派嘅錢。所以咧可以話咧，佢迫使咗一啲咧有拎錢資格嘅人咧，可能咧佢都要諗下，一係咧就放棄，即係唔要政府派嘅錢，或者咧佢真係諗下自己計劃下會唔會真係喺澳門住183日。派錢咧唔再有身份有資格就拎到，其實可能係表明澳門政府咧都係好想拎到錢嘅人咧，其實係某程度上對澳門呢個社區咧都有啲貢獻啦，起碼佢都住喺嗰度啦，咁先即係有資格去拎政府嘅福利。我喺度諗，其實個道理係咪會一樣呢？我哋想經驗天國嘅美好，確實咧要實踐出天國嘅使命，要成為跟隨耶穌嘅人，成為門徒。你要拎嗰個地方嘅福利，起碼都就喺度住下先啦，起碼都要住喺嗰度啊！我哋咧將嗰個鏡頭咧放翻喺1000銀子個僕人身上先。主人咧對拎住1000銀子嘅僕人嘅所作所為咧，其實佢係好嬲啊，好不滿嘅其實。因為咧拎住1000銀子嘅僕人咧，佢選擇咗一個佢以為最保險嘅方法，埋咗喺泥土嘅裏面。但係咧，我哋睇聖經其他嘅記載咧，都知埋喺泥土裏面咧都唔一定安全嘅，因為可能會有人挖個窿嚟偷走你啲嘢啦，可能入邊有啲蟲就咬住咗你嗰啲錢啦。咁唔一定安全嘅，但係佢拎住1000銀子嘅僕人，認為埋喺土裏面就係最保險嘅方法。佢認為咁樣將主人所託付嘅就收藏得好好啦。佢連呢兌換銀錢嘅人都唔放心啊，賺嗰少少利息佢都算啦，因為咧可能兌換銀錢嗰個人會唔會夾帶私逃拎咗啲錢走佬啊？咁佢連呢個風險咧佢都唔俾發生。但係咧，根據經文咧，我哋所知咧，其實佢咁樣做咧，唔係出於嗰種佢覺得咁樣做好醒、自作聰明咁去做，但係反而咧係出於害怕，好驚啊！佢好驚拎住呢1000銀子嘅時候，好驚主人對佢有期望，好驚主人係一個好嚴厲嘅人，佢冇好好保管呢個1000銀子嘅時候咧，就會惹嚟主人更多嘅懲罰。咁咧，我哋試下咧一齊去讀1000銀子僕人嘅心聲。那領1000的也進前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個嚴厲的人，沒有種的地方也要收割，沒有播的地方也要收穫。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銀子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銀子在這。當你睇到呢節嘅經文咧，我就諗起我細個一段嘅故事，係一段咧買花生嘅故事。咁咧，我媽咪咧細個嘅時候就俾咗個5蚊銀我，叫我去買花生。咁咧我好開心啊，因為細個你知道，哇拎到錢可以自己一個落街買嘢咧，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咁我就即係好開心咁樣拎住嗰5蚊銀就落咗去樓下嗰間百佳就去買包花生，諗住即係好順利咁俾錢，拎咗包花生俾錢咁啊翻屋企咁咪 OK 啦，順利冇問題。咁我好開心啊，拎住嗰5蚊銀就落去，終於可以自己買嘢啦。咁去到百佳咧，我其實好知得到咧嗰個花生擺邊㗎啦，已經即係我因為媽咪成日帶我咧去超級市場啊，去街市度行，我都熟晒㗎啦。去到之後我即刻攞住包花生，跟住就去收銀度俾錢。然後咧咁一手交貨，咁啊繼續交錢㗎啦。然之後咧咁收銀姨就幫我嘟啦，跟住之後就睇，跟住佢就話，唔夠錢喎你，5蚊唔夠㗎喎。咁問我仲有冇錢喎？咁我梗係冇啦，我拎住嗰5蚊銀就係落嚟買呢包花生㗎啫嘛。
即係呢個就係我一心一意，即係覺得5蚊係買到包花生嘅呢個咁嘅期待，亦都係滿懷住拎住阿媽俾呢個錢我買到呢包花生嘅期待去買呢包花生啊嘛。但係咧，收銀姨姨話買唔到啊，你仲有冇多啲嘅錢啊，小朋友？咁咧，我只能夠同佢講我冇啊，我就拎住嗰5蚊銀，又好唔開心咁樣咧，慢慢行翻屋企。咁咧行到中途咧，我見到個坑渠，行到坑渠邊，大家估下我做啲咩？拎住個5蚊銀，咚！我就係咁樣去做咗呢件事。其實我好清晰我做緊乜㗎，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啊，因為我已經清晰到你5蚊銀買唔到包花生就係冇用，咁我就咚咁就掉咗。跟住翻到屋企，我媽問我：喂，包花生咧？佢笑笑口問我：包花生咧？邊有花生啊？阿姨話我5蚊買唔到啊！咁我話咁佢又問我：嗰5蚊咧？嗰5蚊我掉咗落坑渠咯，都冇用嘅。跟住我媽就同我講，好詫異咁望住我，傻仔5蚊買唔到花生，可以買其他嘢啊嘛，唔使抌咗去坑渠啊！當我咧望住呢段經文，我諗翻起我呢個細個嘅故事嘅時候咧，我好似我明咗咧呢個1000銀子僕人嘅心情啊！我好驚啊嘛，驚到一個地步，就係其實覺得冇用，或者覺得用自己最安全唔俾人鬧嘅嗰種方式去做咗嗰樣嘢。阿媽咧明明託付我去買包花生，咁我買唔到，咁佢梗係會失望啦。我即係喺我個立場去諗，咁我又唔想去失望喎。咁但係我嗰5蚊又真係買唔到嘛，收銀姨姨話我真係買唔到嘛。咁我係唔會完全唔會諗嗰5蚊咧係會買到其他嘢嘅，因為我一心一意就係買包花生。咁拎住1000銀子嗰個僕人都係咁諗噶。我諗起主人個樣，我驚啊嘛。喂，你做生意實賺嘅咩？我又得1000兩，我又得1000銀子，我又唔似拎住5000銀子，拎住2000銀子嗰個財雄勢大，可以做多啲生意或者做多啲唔同嘅嘢。我得1000銀子，我做得啲乜呢？不如我就埋咗佢，等主人翻嚟原封不動俾翻佢，咁好過到時我連嗰1000銀子都蝕埋啦，或者冇咗啦。拎住1000銀子嘅僕人係怕主人所託付嘅期望，但其實佢可能更加怕咧，主人咧唔再託付俾佢。其實咧，佢已經知道咧自己所託付嘅係最少嘅金額㗎啦。如果佢更加知道咧，主人係用才幹去分配嘅時候咧，佢更加知自己3個比較底下佢係最差嗰個。如果佢連呢1000銀子都唔保管好、唔做好，咁主人下一次佢再去遠行嘅時，咁係咪唔再相信我，唔再俾嘢我託管啦？咁我僕人嘅前途，我嘅仕途係咪就咁就冇咗，就唔會成為最得人喜愛嗰個嘅僕人？佢到時會唔會連1000銀子都唔俾我去管理呢？佢嘅心路歷程咧，係一嚟好怕主人失望，其實咧二嚟咧已經相信咗自己係一個冇乜本事嘅嗰一個。佢唔知主人其實唔係一個能力測試，係一個品格測試。佢又怕主人託付，又怕唔俾主人去託付。咁面對呢種嘅掙扎，佢諗咗好耐，越諗越耐，諗下，最終企咗喺度。跟住點知主人翻嚟啦？跟住已經仲企喺度。主人問啦：咁即係我託付你嘅咧？但係佢仍然仲係企喺度。佢埋完之後就企咗喺度啦。所以我估咧嗰段時間咧，佢係驚到咧埋完咗，佢做咗佢最安全嘅嘢之後，我估佢應該都企咗喺度啦，或者唔知做緊啲乜嘢。跟住主人就翻嚟同佢算賬。
害怕或者恐懼呢，係可以咧成為一個人嘅動力嘅，但係其實都可以摧毀一個人嘅生命。驚咧成為可能係我哋做事太保守或者唔去做嘅理由啊！驚咧阻礙咗我哋成為善良又忠心嘅僕人，又阻礙咗我哋睇見神喺我哋生命當中所託付嘅使命或者能力。面對害怕嘅時候呢，我係會祈求天父咧俾我睇見使命，同時睇見佢同我一齊，俾我咧睇見困難，但係我求佢俾我睇見主你嘅恩典。確實咧，我係咁樣去走過嚟，無論讀書嘅時候，喺信仰嘅路途嘅上面，我都係咁樣去祈求，咁樣去祈禱，嘗試咁樣去睇見，慢慢去鍛鍊出嗰種嘅勇氣，鍛鍊出對神嘅信任同埋溝通，更加鍛鍊出咧，其實佢係相信佢係一個咧會按住我哋才幹分配責任嘅主人。我哋每個人都係獨特，我哋有獨特嘅才幹，我哋有唔同嘅崗位工作又好，我哋嘅經歷。但係咧，神唔係睇我哋每個人嘅能力，呢個唔係能力測試，呢個係一個品格測試。拎住你所分配嘅銀紙去做，幫呢個嘅主人做事，穩賺唔蝕，因為佢已經幫助我哋，為我哋去計算好，唔會超過我哋所承受嘅，做埋風險管理，同我哋一齊去做，去生活。但係咧，另一方面咧，我又未必會祈求咧嗰種嘅害怕或者驚咧喺我自己生命完全消失嘅喎，因為事實上面你咁樣祈求咧係一件唔太可能嘅事。祈求害怕喺生命中完全消失咧係一件唔可能嘅事。但係事實上，驚呢種嘅情緒其實咧係神所賜俾我哋嘅禮物，因為驚使到我哋可以有意識咁樣去躲避危險，驚幫我哋去計算，幫我哋去懂得去睇見或者計算到一啲嘅風險。其實更加重要嘅係咧，驚咧幫緊我哋去明白我哋所需要成長嘅方向，同埋我哋生命所需要克服嘅東西。整個嘅比喻咧，用咗接近咧一半嘅篇幅咧，去提醒我哋唔好成為嗰個又懶又惡嘅僕人，亦都指引緊我哋去成為善良又忠心嘅僕人。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就係相信喺你嘅生命裏面，主係有所託付，而嗰個託付係你所承受得到嘅，亦都係勸勉我哋唔好怕被託付。上帝咧對我哋所託付嘅期望咧係好清晰，係善良同埋盡忠。善良咧其實簡單啲去解咧，只係好咁解。作為一個好嘅僕人，盡忠嘅僕人，凡事咧都以主人嘅利益為優先，忠於所託付，緊守自己嘅崗位。更重要嘅就係認定自己係僕人呢個身份，自己係僕人而唔係主人。驚咧成為咗我哋一個好大嘅阻礙，甚至咧我哋會將呢個驚咧放大到咧，令到自己覺得咧自己根本乜嘢都做唔到，連主佢所託付嘅我哋都唔願意去嘗試。但係咧驚又有機會咧從另一個嘅層面咧去呈現出嚟，就係咧你覺得自己乜嘢都睇通啦、睇透啦。當神咧要我哋去委身，無論喺教會嘅委身、喺團契嘅委身、喺我哋生活上面嘅委身、喺我哋職場、家庭裡面嘅委身，我哋都會覺得好多理由，亦都睇見，因為我哋睇通晒所有嘅嘢，我哋睇見好多嘅理由
話唔得呢樣，唔得嗰樣，做唔到呢樣，我做唔到。好多嘅理由就不由自主咁樣浮現喺我哋嘅腦海嘅入邊，越諗就越驚，越驚就越諗，就不斷咁樣去循環。要做好一個好僕人呢，可能以往嗰種嘅教育方式或者教導呢，係你小朋友要佢聽話就唔打就唔聽話啊嘛，越打就越聽話啊嘛。但係其實咧，可能事實上咧，我越打就越唔聽話嘅。大家可能經歷過，因為我就係咧越打我越唔聽話嗰啲人嚟嘅。所以反而咧，你因循咁樣咧去同我傾啊，我反而咧就會可能聽下你講乜嘢啦。做僕人，做一個好嘅僕人咧，係逼唔到出嚟嘅，係出於甘心樂意。如果咧我哋只係睇到神嚴厲嗰一面，但係睇唔到其實佢嘅愛嘅嗰一面係更加大、更加廣、更加多嘅時候，咁我哋點樣甘心樂意呢？我哋去睇神，睇我哋嘅服侍，睇教會，睇團契嘅心態同埋眼光，其實係要不斷去更新。咪咁咧，只會好似賭徒咁樣，就算佢拎到1000萬，佢終於好似話可以變一個有錢人，但係佢最終都會變返窮人，因為佢嘅生活陋習唔改變，一樣好快用晒啲錢，一樣送錢俾馬會。冇人咧想做又懶又惡嘅僕人㗎，但係咧歸根究底嘅係我哋點樣去睇神所俾我哋嘅一切，包括我哋作為僕人嘅身份。我哋咧為咗打工咧，可以賣命、賣健康、賣時間，甚至去賣家庭去換取翻嚟。我哋真係搏到盡。但係天國咧，我哋面對天國，我哋有冇同一個決心？亦都係認定其實打工嘅主人都未必對你好啦，可能係有好嘅，但係呢個天國嘅主人佢一定好啊！咁我哋有冇呢個決心去咁樣去投入喺裏面呢？我哋咧可能會好驚，我哋作為主嘅僕人，好似咧又要背負起額外嘅責任，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啲服侍崗位，或者你要做某啲嘢，你睇到一啲嘅使命，睇到人哋嘅需要，你好似又要付上額外嘅時間去做額外嘅嘢。但係咧，我諗嗰個問題嘅所在係在於，你有冇將你作為你係主嘅僕人嘅呢個身份放得高過或者先於我哋生命一切身份嘅首先呢？其實咧，你話你信耶穌，稱呼佢係主嘅時候咧，你已經係主嘅僕人。呢個係一個冇得改變嘅事實。成為咧主嘅僕人係甘心樂意去做嘅，係穩賺唔蝕嘅。神咧係會按住我哋嘅能力為我哋打點一切。盼望咧神幫助我哋去擺脫除佢以外喺我哋生命作主嘅嘢，認定主所託付嘅使命，就決心跟主行落去。咁就主啦，係藉着咧阿子健透過咧神嘅話語咧，再次咧一啲俾我哋嘅提醒。係啊，神真係好愛我哋，佢就託付咧我哋嘅事係皆因為佢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有期望。而咧最重要咧今日咧提醒啦，其實原來神咧係認識我哋嘅，認識我哋咩啊？我哋一定係做得到嘅。咁亦都讓我哋咧係無需害怕，我哋能夠成為咧可以有生命嘅，對一個生命影響生命，成為有影響力嘅人。感謝主，願我哋咧能夠咧係作為一個即係善良盡忠嘅僕人，我哋要盡忠。信心
界，光大和田，主差我們去，大慈神聖後好，無論何代價要眾生，而眾生伺候好傳播向亮，眾生要眾生，終於你的榮耀，而眾生總別人變節退後，無論何境況，你要站住旁，旋轉相見你眾生，從上最地方，我們更要出發正如長子一時一般，我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別已得着勝利充滿，我們今出去，要像一卷書上活出救主的音容，我們要時常帶着主耶穌一生一世都已盡忠，要眾生伺候好傳播向亮，眾生要眾生，終於你的榮耀，要眾生總別人變節退後，無論何境況，你要站住旁，上至相見你眾生，大榮耀使命，我們今要出發，猶如天國撒顯示者，發出神恩惠，福音最後呼籲別成萬難，知罪惡得赦，奉派推拯救，行禁中有水者解除罪惡眾苦痛，如此大事工，今生聖子託付，我怎能不為主盡忠，要眾生伺候好傳播向亮，眾生要眾生，終於你的榮耀，而眾生總別人變節退後，無論何境況，你要站住旁，願主相見你眾生。因為時間呢有家事分享，先請咧羅失正執事，之後咧請陳傳道。好，弟兄姊妹你好牧師咧就喺上個禮拜佢個榮休分享會勤勞嗰個嘅服侍，咁但係咧我哋咧而家牧師咧其實喺休假當中嚇，咁但係咧佢冇離開過我哋嚇，佢仍然咧會與我哋嚟到同在嘅嚇，咁咧佢會喺7月13號7月13號就以顧問牧師嘅身份嚟到繼續與我哋嚟到同行嚇，所以大家咧唔使擔心唔見咗個領導者咁樣嚇。不過我哋真正個領導其實係上帝，係自己嚇。咁佢就會繼續咧以佢過去多年牧養嘅經驗嚟到去培訓新一代嘅傳道人，同時亦都會向現任嘅同工啦同埋執事會嚟到喺帶領教會嘅事上面嚟到俾意見俾我哋嘅嚇。咁而家陳禮群傳道咧，咁佢就會即係擔任呢個負責同工嘅角色，咁對外就負責聯絡，對內就領導同工團隊，同時亦都會處理教會嘅事務同埋辦公室嘅日常運作。
我哋嘅願主嚟到去紀念黃牧師啦，同埋陳傳道嘅勞苦。我將時間交俾阿陳傳道。唔該晒阿七執事啊！